送個初吻俾你哋啦。佢連個唇色都會即刻1秒內幫你 turn 翻做天然嘅唇色，你見唔見啊？阿球，係啊，你睇下。粉嫩咗咯。係觀眾全球首播，佢係一個星級品牌，零防腐劑、零化學成分，用佢嘅嘢100% 有效，全球第一粒麗珠蘭級嘅 PDRN 呢個吸引唇部護理精華加唇膜兩用，喺1分鐘內即時打造一個水光無紋天然水潤暖色嘅唇部，咁勁，仲要連千年爛嘴，嘴有唇瘡，唇部唔夠油滑，長期粗糙甩皮。明係 Clean Beauty 冇激素咧，佢用純素嘅喎。原來植物性都可以提取同一個 PDRN， 而呢個 PDRN 咧嚟自韓國嘅銀杏啊。原來搽落嘴咧可以護唇同埋去紋㗎，可以當口敷，夜晚就係一個唇膜，平時出街咧可以當一個 lip balm 嘅，冇酒精、冇香料、冇化學成分，男女老幼用得。咁你當佢 lip gloss 用又得，當佢口敷係一個 lip mask 又得。我想講咧，佢連個唇色都會即刻1秒內幫你 turn 翻做天然嘅唇色，你見唔見啊？阿球，係啊，你睇下。粉嫩咗咯。仲要我想講咧，喺1分鐘內咧，佢係將我哋嘅所有嘅唇部嘅紋理啦，同埋一啲叫做爛皮啦 ，PDRN 咧係幫我哋嘅細胞大裝修，因為 PDRN 天生咧係修復埋傷口㗎，係幫你即刻調整唇部膚色，仲可以去紋。呢一個出嚟嘅效果就係打造 3D 無紋，仲要係自然唇色，日日用。你真係打得咁靚，送個初吻俾你哋啦。佢冇化妝，乜都冇㗎。